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係7月15號星期三。今日想講下中國經濟，就唔係單單講數據，想帶出呢一個啱啱過身嘅中國經濟學家高士文，享年只係55歲啫。佢一早已經講穿咗呢內地消費降級嘅真相，咁但係就備受官方打壓啦，要喺佢嘅沉默入邊呢走完佢嘅餘生。而更加可悲嘅係，無論喺內地以至香港主流媒體咧，對高士文嘅懷念同埋報導都相當之少啦。今日想借呢啲中國數據同埋佢一早洞悉咗內地嗰個經濟表現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先講咗經濟數據先。呢個內地第二季4至6月 GDP 咧，同比係只係增長4.3%，呢個創下咗2022年底以嚟咧最低嘅增速。其實個數據我本身就唔係十分意外嘅，雖然話係即係差過市場預期。點解咁講呢？因為我哋見譬如6月呢個國統局公布嘅三頭馬車數據，呢個消費零售咧出現下跌，已經反映咗咧第二季嘅經濟動力咧係嚴重失速嘅。而有關數據亦都凸顯咗咧而家中國經濟冷熱唔平均嘅分化趨勢，對外嘅貿易超出預期，但係疲弱嘅內需咧正係拖慢咗經濟增長。如果計晒上半年嘅 GDP 咧係增長4.7%，表面上仍然接近咧全年4.5到5% 嘅官方目標。如果只係睇呢個數據咧，中國經濟似乎係稍為放緩，但係遠未至於衰退㗎。咁但係全部數字加埋，加上呢啲內地居民其實不斷喺度講緊個表現啦，係點解經濟增長表面上仍然有4到5% 嘅增幅，但係點解大家都喺實體上完全感受唔到呢？我哋實際上見到係，但係內地嘅工廠仍然喺度生產緊，出口仍然表現強勁。AI、半導體、電動車、機械人呢啲新產業咧，仍然獲得大量嘅資源扶持，相關嘅股份表現咧，無論喺 A 股喺港股都係表現突出。咁但係睇翻內部嗰個經濟結構咧，家庭唔願意消費，企業唔願意投資，特別係中小企，樓市繼續下跌，地方政府仍然係忙於咧係削減債務，所以中國經濟仍然能夠製造好多所謂世界工廠全球都需要嘅嘢，但係問題係咧，中國人本身咧越嚟越唔敢買嘢。呢個正係今日中國經濟咧最深層嘅一個矛盾。GDP 表現仍然係唔錯嘅，但係社會就失去咗增長感。對普通家庭嚟講咧，呢個 GDP 唔係一個統計局公布一條曲線，而係佢哋關心到底今年有冇加人工，自己份工係咪穩定呢？自己層樓有冇繼續貶值呢？更加關心嘅係子女揾唔揾到工作，以及手上嘅存款係咪能夠應付下一場嘅疫情或者失業。當然呢啲答案表面都睇嚟咧係並唔樂觀㗎。呢個 GDP 數據4.3或者4.7% 咧，只係存在喺一個數字上、數據上嘅一個繁榮。呢度我想帶出係一個啱啱去世中國嘅經濟學家高士文，佢享年只係55歲啫，啱啱喺1個月前過身，係死於呢個癌症。高士文可以話係另一個咧，即係一個中國願意講良心嘅一個學者。呢啲喺過去我哋見到，譬如喺疫情期間，呢個敢於講啲出疫情嘅李文亮醫生，亦都係因為講出咗真相咧而備受打壓，最終咧係因為疫情而去世。高士文情況亦都一樣，佢作為一個敢言嘅經濟學家咧，其實一早已經講出咗呢個消費降級嘅跡象。佢只係得55歲啦，本來就應該係研究同埋判斷咧最成熟嘅一個年齡嘅階段。佢經歷過中國加入世貿 WTO 嘅高速增長，見證過呢個樓市繁榮、地方融資嘅擴張，親眼睇到中國由世界工廠咧
走到向今日，仍變成一個高科技製造大國，以出口咧撐起半邊天。但係佢生命留低最後嘅唔係一個歌舞升平嘅年度展望，而係咧呢幾句咧係越嚟越講得出中國經濟墓誌銘嘅説話。佢形容啦，生機勃勃嘅老年人，死氣沉沉嘅青年人，生無可戀嘅中年人。另外一句警告係30歲以下嘅年輕人最可憐。如果呢個國家一次走錯咗路呢，佢哋一輩子都可以洗睡啦。洗睡意思即係躺平啦，基本上都冇機會出頭。當年唔少人都形容佢係過分悲觀啦，甚至佢嘅言論講出咗真相之後呢，係被國家禁言。佢嘅機構唔容許佢再發表報告或者公開發言啦。但係實際上，我哋今日回顧翻，其實大家會發現高士文唔係唱淡中國，而係佢太早睇得出呢，而家內地經濟發生嘅一個結構性嘅變化。佢睇到嘅唔係 GDP 由6%、5%慢慢下跌，而係一整個社會嘅收入預期、資產價格、消費信心以及最重要嘅係一個向上流動嘅機會咧，同時轉弱。而最令人唏噓嘅係呢個咁重視數據，亦都敢指出問題嘅經濟學家呢，最後正係因為質疑數據呢而被逼沉默，最終呢係鬱鬱而終。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啦，高士文佢幾時開始病情惡化呢？正正就係佢開始被質疑唔能夠容許佢再發言嘅時候呢，佢就開始發現咗佢嘅病情。而有關嘅病情基本上都係佢自己就唔願意公開披露啦，所以知道嘅人呢係並唔多㗎。我哋翻查翻，早喺2024年呢，高士文已經公開發言，估計咧中國經濟喺過去2-3年實際嘅 GDP 平均增速咧只有大約2%，唔係官方講緊嘅接近5%，甚至判斷咧喺未來3到5年比較合理嘅增速可能只有3到4%。呢個數字同官方嘅表態咧，當然係極大出入啦。呢番言論亦都引起極大嘅爭議。當然呢個2%嘅估計，官方唔承認係咪真係咧？呢個亦都可以繼續討論。但係佢真正發言嘅價值咧，唔單止係講緊呢個小數點後幾多個位，而係提出咗呢一個中國經濟研究入邊呢越嚟越敏感嘅問題，就係 GDP 假如真係接近有5%，點解零售、投資、樓市、就業同埋居民收入嘅體感呢係咁疲弱啦？再數前啲，喺2019年，高士文亦都用一個好簡單嘅比喻解釋點解中國遲遲冇辦法真正落實市場改革。佢形容國有企業或者國企啦，係共產黨嘅雙腳，一個人唔可能斬咗自己嘅雙腳。呢個背後代表嘅係呢個中央希望市場能夠提高效率，但係又唔能夠接受咧市場削弱國家嘅控制。所以大家如果記得咧，當時有個討論係到底呢個國進民退，特別係講嗰啲民營企業嘅投資減少咧，係一個當時咧都引起咗大家好關注嘅一個問題。而背後反映嘅係國家唔願意將更多嘅資源交俾家庭，家庭咪唔敢消費咯。家庭唔消費，政府就繼續依賴投資同埋出口，製造咧更多嘅產能。但係同一時間係進一步壓低價錢、企業利潤同埋人工，呢個變成咗一個係惡性嘅循環。而我覺得高士文最睇得通嘅咧，其實係佢對年青人一個憐憫啊。喺2018年，高士文講咗啦，假如果國家走錯咗路咧，30歲以下嘅年輕人就係最可憐。大家留意翻喺2018年咧，其實當年嘅中國經濟 GDP 咧，仍然係一個高增長嘅年代，超過6.6%，樓價仍然未崩潰㗎，互聯網平台仍然係大量招聘。但係8年過去啦，我哋見到佢當年嘅一個預測，其實係一步一步應驗。
更多年輕人希望可以投考到公務員，可以入到國企。但係呢個呢，似乎亦都係變一個奢望，因為僧多粥少，於是好多人就要做呢個零工經濟，即係送外賣、做網約車，或者甚至乾脆呢係躺平。呢個唔係一代人突然間失去咗鬥志啊，而係佢哋發現咗努力同回報之間呢係已經失去咗聯繫。所以高士文嗰句死氣沉沉嘅年輕人呢，係並唔係佢刻薄啊，而係佢準確睇到呢成個經濟咁樣嘅演變呢，最終付出代價嘅就係一啲年青人。我見到《華爾街日報》嘅評論呢，有一句講得好好㗎，高士文最終輸嘅唔係輸俾病，而係一個唔能夠容納悲觀分析嘅年代。高士文曾經出過一副對聯嘅，係自嘲呢個經濟學家。佢嘅對聯係咁寫㗎：解釋過去頭頭是道，似乎有理；預測未來，閃閃避避，唔差驚人。而橫批呢，就係經濟分析。呢個當然睇落好似係一個幽默嘅諷刺，但係其實更加係一個知識分子、一個經濟學家咧自我嘅警惕。經濟學家唔係一個先知，任何預測都可能錯嘅，因此更加應該咧係容許唔同嘅觀點，大家公開辯論，以數據去驗證。所以呢個頻道嘅宗旨都係數據唔講大話，希望透過真實嘅數據咧，同大家講一啲可能喺主流媒體甚至官方咧都唔敢講出嘅真相。喺內地嗰度見到經濟師、分析師被要求保持樂觀，當指出呢啲失業、通縮、樓市下跌呢啲就觀點咧被視為唱衰。呢個已經背後反映咗咧經濟研究咧已經唔係尋找真相，而係變成咧一個官方一個宣傳嘅渠道。現實係金融市場，你當然可以暫時俾你呢啲官方嘅評論或者官方嘅要求係暫時係做一個管理，但係經濟嘅規律呢，唔會因為你要求刪除一兩篇文章而消失㗎，而失業嘅家庭亦都唔會因為失業數據被你人為咁樣改變咗而自動揾到工作。而呢個高士文最難能可貴嘅，正係佢喺呢個時候呢，仍然願意選擇講出自己嘅判斷。喺佢去世之後，唔少人都將佢稱為少數敢講真話嘅經濟學家。當今日第二季經濟數據出籠，係 GDP 降到只有4.3%，零售增長只有1%，投資同樓市繼續收縮。居民嘅壞賬升至歷史嘅高位。高士文幾年前描繪嗰份圖畫啦，老年人仍然有積蓄，但係青年人就失去希望，中年人就被債務壓得唞唔過氣。成個圖像唔單止冇消失，反而係越嚟越清晰。對於一個經濟學家嚟講咧，呢個可能都係一個最悲涼嘅結局。咁但係更重要係對成個中國經濟嚟講呢，就係更加值得警惕。一個社會失去咗敢講真話嘅人之後，問題唔會消失㗎，只係更遲被看見，而背後無論係成個社會國家，亦都要付出更大嘅代價先至能夠彌補。而最令我覺得可惜嘅係，冇呢個北京或者中央冇因為高士文去世呢，就改變呢啲發布官方增長數據嘅機制。喺高士文離世之後呢，中國呢啲監管機構呢係更加頻頻警告呢啲券商、經濟學家，要求分析師要保持樂觀。正如高士文一早指出咗，一個連經濟真相都承受唔起嘅政府，永遠都唔會改變呢佢哋嘅運作方式㗎。今集時間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鍾意我分享嘅內容，我哋聽日再會。